各位兄弟，大家搞早！咱做伙来吟诗，吟诗104首，耶稣真正4个我。耶稣真正是个我，哈利路亚！披散世人团开看，哈利路亚！感谢因是出大声，哈利路亚！哦。大尊名，哈利路亚！由世公乐打作者，哈利路亚！为着千百主太阳，哈利路亚！小罪一拜就清楚，哈利路亚！耶稣不免搁受苦，哈利路亚！基督应是救灵魂，哈利路亚！咱人可以免沉沦，哈利路亚！救主公破阴府门，哈利路亚！黑暗开路到路远，哈利路亚！耶稣正做咱的头，哈利路亚！救主升起咱耶教，哈利路亚！当时当我当手机，哈利路亚！愿更尊贵万万年，哈利路亚！咱昨通过圣经以西结伫以西结书的第3章，咱有看到先知伊所领受的命令，上帝命令就是来传达信息，爱登到伫狩猎百姓的群体中间，上帝也互伊一个就一个宣言，然后伊的任务就是爱袂使行动，自由行动，袂使家己自由讲话，就要照上帝安排。今日咱继续要来看第4章到第5章的第4节，才有讲起着这受背嘅的上帝要来刑罚。对第4章一直到24章是先知以西结对犹大甲耶路撒冷的预言，然后背嘅的对第4章开始一直到11章来看到这安怎上帝要安怎来甲伊刑罚。4章到5章先知以西结用4个行动。这4个行动，嘛当讲是敢咧表演演剧共款，来表达上帝是刑罚的调头。头一个是耶路撒冷受围攻，第二个是以色列甲犹大受刑罚的日，第三个是狩猎的人因为无清气，甲耶路撒冷所要拄着的饥荒。第四个是耶路撒冷的这住民因所要来面对这遭遇。这是咱伫第4章会当看到第5章，上帝爱先知以西结来用这行动来传达上帝话，毋是直接用嘴讲的，是用搬戏的、用演的方式。咱来读今日的圣经节，是以西结书的第4章1节到5章4节。上主讲：人主啊，你着摕一块砖仔囥伫你的面前，顶面画一座城，代表耶路撒冷。搁伫城四周围起悬塔，做土堆杂营安弄城的腿，然后摕一块铁棒踩伫你甲城的中间做城墙，
你着面对这座城，亲像你在围攻城，这是我互以色列人会掉头。上帝爱先知以西结用土堆砖仔来亲像咱即马看到即个图共款，然后四周围去用围起来，然后有一块铁板，就是扎伫即个耶路撒冷甲上帝中央，即个中央吼，就是上帝要来断绝，吼，互因去互人包围的时阵呢，找袂着上帝，看袂着上帝，上帝敢倒伫遐，吼，在看因安怎去互人欺负。即个安弄城的锤，吼，就是来要弄破即个城的门，做即个悬的台，就是要来爬入去到即个城的内面，吼，即个敌军就是来弄破因的城门，然后要爬入去因的城墙，就是要来破坏，要来攻打上帝遮的子民。第40，你着倒兵来打以色列人罪决的刑罚。你倒几日，代表因亲受刑罚偌久。我已经决定你倒的日数，代表因背过的年，代表因背过的年的数目。你着倒390日，打以色列国罪决的刑罚。这个事了后，你着搁倒正平40日，打犹大国罪决的刑罚。一年一日拄一年。你着面向受围困的耶路撒冷城，露出手骨，讲语言攻击伊。我要甲你绑起来，互你袂当翻身反平，直到围城的日子满。伫即个390年，爱向倒边来倒，40日爱向正边来倒，吼，安尼加起来，吼，是一段真长的时间。390年，一日拄一年，会当讲这390日超过一冬的时间，会当讲是先知对亚罗波安来背叛大必的王朝开始。迄阵大概是主前931年，经过390年，就是主前541年。主前541年，就是波斯的王古列下令犹太人会当转去的日子。这段的时间，就是上帝爱先知倒伫向倒边来倒的390日所计算的390年的时间。伫这中间有发生北国是以色列北国是伫主前722年来灭亡，然后先知以西结受呼召来做先知，领受上帝予的话甲异象甲行动，大约是伫主前593年，就是犹大北国已经灭掉啊，南国犹大受第二摆受掠的时啊。这390甲40，有真侪无共款的解说，但是基本上就是咧讲北国因所受的刑罚的时间较长，比因为因的罪恶搁较大，一日拄一年，这个原则是民数记14章33到34有提起的。这个时间的计算，等大比甲所罗门，这是统一的王朝，总是国家分裂了后，这390年就是分裂到因受掠3摆受掠，到这个最后一届满70年，上帝爱因转来时阵的时候，这是390年计算的时间。所以北国对亚罗波安分裂以后，拢在拜金牛，这个金牛呢，也互上帝非常的生气。所以头前有一个390，后壁有一个40，但是某人认为讲后壁这个40有可能嘛是伫这个390年的中间，来同时相时做伙来发生的代志。但是这两个，一个向北国以色列，一个是南国犹大，因拢爱受上帝的刑罚。这个刑罚因所代表的，就是因背个上帝时，当时北国是拜金牛，南国是会当讲40，是来亲像因伫旷野40年来离开上帝，因为南国这个王有好的有歹。但是咱会当看到，伫这段430年的时，这个430年这个数目，也是伫出埃及，因拢总以色列人住伫埃及地最落来啊，拢总有430年，所以这当有一个连结伫迄个所在。另外咱嘛阁继续看到讲，这个先知以西结，伊就要来承担南国甲北国过去的罪孽。
拢总39加40是430天，已经超过1年。然后但以理，伫但以理书第12章嘛讲到圣殿的受污秽是1290天，1290天，就是430，就甲伊乘3倍啊，就是做1290啊。所以先知以西结，伊看到这个异象了后呢，第3章有讲到，伊伫遐非常的硬气啊，伊就伫遐忧闷7天啊。然后先知但以理，伊是看到上帝好的异象了后呢，伫遐悲伤3个7日啊，拄啊是3倍啊，21日，所以这是互咱做一个参考。第9节到17节了后，你着摕一寡小麦、大麦、豆仔、扁豆仔、番仔、甲切甲粗麦，放伫碗内做饼。这就是你倒边倒的迄390日的食米。你每日食的量是230公克，逐日照时食。你每日啉的水是半公升，逐日照时啉。你着伫民众面前用人的粪做火柴含饼来食，亲像伫食大麦饼。上主阁讲，以色列人互我赶逐流亡伫外国的时，因为亲像安尼食律法所禁止无清气的食米。毋过我应讲，至悬的上主，我前到今毋捌违背清气的条例，对细汉就无食自然死的，也是互野兽拆离的动物。我毋捌食礼仪上无清气的食米。上帝甲我讲，安尼好，你通用牛粪代替人的粪做火柴行你的饼。伊阁讲，恁主啊，我要断绝耶路撒冷的粮食，因要心存看如食配给的饼，带惊吓啉受限量的水。因的粮食，因要心存因的粮食无够通食，水无够通啉，因要绝望惊吓，因为家己的罪恶随咱来死啊。所以伫这个第9节到17节，上帝爱先知以西结去做这个一个模型来代表耶路撒冷城要受包围。虽然已经去用人2批受掠走，但是个后壁将真凶的，就是第3摆的受掠，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伊要来毁灭耶路撒冷。但是上帝原爱先知以西结来表达，就是先知以西结伫这430天倒的390日甲40日的中间，伊爱食的物件是一种祭司无清气的物件。这是伫利未记19章有记载讲，这上帝无允准伊的百姓来混种，将这无共款的种来做的这个饼，这是掺的就是无清气的饼，也代表讲因这以色列人也好，犹大国的人也好，这个后面的4040，拄好就是先知耶利米出来传道的这个时间是40年。先知伊传道头前的40年拄好第40年，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南国犹大受灭的时啊。所以上帝原统计北国的390年，其实重点是要甲后面的这犹大国的人的40年就40日，甲因提醒犹大也要受毁灭。但是因真侪犹大的人，甚至也伫耶路撒冷的人，因也无相信。就算讲受掠到伫巴比伦的人，因也认为讲因真紧就会当转去。但是这掺杂的物件，所代表就是无清气。然后这个先知一天会啉的水，只有半公升，差不多是600 cc 然后也当食的饼，这个饼呢，佫用人的粪就是人的粪便来烘伊这个是真无清气、无卫生然后会当食嘛，只有一滴230克只有230克一人喙就无量非常的少。
所以先知以西结伫即个一年久诶时间呢，伊爱倒一瓶然后啉遮一丝诶水，甲食一丝诶饼，阁是无清气诶。但是即个先知以西结伫即个中间有甲上帝甲伊画巴拉见，就是甲伊讨价还价，讲即遮无清气、无卫生伊自细汉就毋捌安尼所以上帝允准伊用牛诶粪代替人诶粪就是但是呢，犹原爱用即个误会来烘遮个饼还来甲因提醒遮个狩猎以色列人就上帝已经咧看着因清楚诶罪咱阁继续来看第5章诶1节到4节。上主讲：人子你着摕一支来剑做剃头刀，剃你诶头毛，抠你诶喙鬚，用天平甲因称，平分做3份。城受围困诶日子满了后，你着摕1/3诶喙鬚甲头毛伫城内烧，摕另外1/3去城外，甲因倒互幼幼，搁摕剩诶1/3也伫空中，互风吹散。我嘛要背剑来对关因，你着留几支门，因你诶衫具包着，然后搁摕几支门出来，歇伫火里烧，火要对遐烧，炭到以色列全国所以即马上帝互先知以西结搁一个行动就是伊爱起一个用砖起的耶路撒冷，甲伊包围。然后呢，伊搁爱去用即个无清气的米来做饼来食。然后呢，伊搁爱倒伫即个城的即个模型的边即马呢爱搁剃伊的头毛甲喙鬚然后遮头毛喙鬚呢爱甲分做3份。明仔载咱继续看就知影即3份所代表的就是遮个犹大耶路撒冷人因的命运，有1/3的遮个人因会死伫瘟疫甲饥荒的中间，无水通啉，无物件通食。有1/3的人会死伫刀下，就是战争死伫即个巴比伦因的刀即个因的手下。然后阁有1/3的人因虽梦无死伫瘟疫，无死伫饥荒甲战争，但是呢，因爱去互人赶线甚至咧赶线的时阵呢，上帝嘛要来甲因追杀所以咱看到先知亚利米的时阵就看到遮村的人犹原有代志这是今日咱所读的这段遮的圣经节今日的经句我来选的是第4章17节。第4章17节，因的粮食无够通食，水无够通啉，因要绝望惊吓，因为家己的罪恶虽然来死。他们因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在自己的罪孽中消灭。所以等咱有食有啉的时阵咱就生于安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咱过了时安全舒适的时阵呢咱就无去为着迄个欠缺时阵饥荒瘟疫的时阵也是战争的时阵来准备。所以求上帝互咱会当确实谨慎的功课今日这段圣经互我的感受就是一个守望者伊虽望袂当讲话，袂当自由行动，伊可能是每一天一段时间就去伫街路伫即个城还是伫城外倒伫遐互来去的人来看伊安怎咧创啥物，伊到底咧变啥物梦，伊拢袂当开喙讲话，但是即个动作就是咧警告遮的人，上主已经生气上帝已经轮到来甲因即个国家南国来刑罚，抑阁有更较厉害的第3道。但是只有敬畏上帝的人，伊才会当去明白，才会当去境界，才会当去知影上帝在受气，就会谨慎，这样来闪避将来所发生的灾祸。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会当谨慎今日的代志今日是9月初9是1776年这个美国的大陆会议将北美的各州的联邦正式来号名叫做
美利坚共和国，好，就是United States，好，就是即卖的 American United States，美国，好，所以9月初9，好是美国这个名，好，台西河的这个名。好，今日嘛是咱台湾的体育节、律师节、狗狗节、甲老人节啊，好来祝福这些运动员、律师、甲狗仔，好甲这些老人长辈，好拢会当快乐的过节。今日咱的教会嘛有24位的兄弟，好要去到日嘉义，好来参加中会所举办的灵修的活动，也求上帝看顾会当出入平安，真顺遂，也互咱会当伫这个通过今日圣经节，好，咱会当知影历史，互咱会记伫上帝的教训甲教示，互咱伫历史中间会当得到伫今仔日的世界扰乱动乱的中间，咱的智慧，会当得到上帝的保护。咱要祈祷的是，求上帝也帮助咱警醒，会当来察觉上帝对世间人的心，毋通伫牛王的中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求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带着敬畏耶和华的心来求上帝，互阮得到智慧，互阮明白伫世界上有真侪风波，真侪扰动。扰乱，总是上帝，你永远就是坐伫宝座顶做王，阮就爱专心来信靠你，也爱来顺探你的指引，也求上帝帮助阮，互阮当夜目午山，互阮当来举起阮的头，来向头前所彩标来跑走。互阮会当来跟对主耶稣的脚步，来谨慎备办主耶稣基督的过来。阮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204首，城门就举起恁的头。城门就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临头，永远的门就收举起，也一群往入去。阳光的王到地下人。一尊一贵，伊有开力，有大权力，万民应该恭敬。伊有开力，有大权力，万民应该恭敬。城门就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临头，永远城门头着举冠大军往要开旋。阳光的王到地下人，一尊部队，万军的主持官一大难着俄罗无山，万军的主持官一大难着俄罗无山。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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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
啊。